喺上個月23號起咧，公司遷冊機制咧就開始接受申請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咧都提到話，市場反映企業咧係有興趣，希望可以帶動到專業服務嘅需求，包括啲咩咧？譬如會計業啦、法律嘅服務等等咧，都係話因為呢一個嘅遷冊機制咧，係可以為到呢啲專業服務咧帶嚟一啲發展機會啦、市場空間嘅咁。一啲嘅海外公司啊，而家咧只要符合要求咧，就可以申請係遷冊嚟到香港啦，就唔需要將原本間公司係清盤。咁好處係啲咩咧？譬如特區政府就係提供到單邊稅收去即係抵免啦，咁消除咗雙重課稅嘅。咁早前其實早幾日啫，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都話喺修例通過嗰一日啊，就已經接獲到100個查詢。咁早前咧去到加拿大外訪啦，亦都有保險公司咧係反映話係即係好積極啊，嗰個反應，對於財富管理都好有興趣等等嘅咁。頭先提到啦，對於一啲專業服務都有一啲發展空間嘅咁。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會計界立法會議員黃俊碩，早晨。早晨，蕭樂文，早晨。你好，黃俊碩。不如先同大家頭先講到話有關於公司遷冊嚟香港嗰個嘅制度啦。5月23號開始係接受申請噶啦。同大家聽眾都講講先，其實呢個制度有啲咩特別？呢一個嘅遷冊嚟香港嘅制度同其他地區嘅制度嘅分別係點樣咧？又？去我哋香港咧，之前就冇一個遷入嘅制度嘅，咁變成如果去一啲海外成立嘅公司，如果佢想要嚟去香港咧，佢冇一個途徑去搬家嚟香港。咁如果去呢啲嘅公司，佢真係想將佢哋嘅實體企業搬嚟香港咧，正如局長所講，佢哋需要去當地清盤，然後在香港成立一個全新嘅實體公司。但係中間就會牽涉好多問題啦，譬如佢原本嗰間企業佢哋嘅法律嘅問題啦，佢哋簽咗嘅合同啦，佢持有嘅房地產要全部搬去新公司，牽涉嘅費用同埋個動作就會好大。同時間佢亦都可能係需要一啲債權人同意，或者償還晒啲債務，佢先可以遷過嚟香港。咁我哋又可以諗下啦，一間正常如果經營嘅公司，佢嘅債務同債權人好多噶嘛。咁如果作為一個債權人，佢係咪願意承受呢個咁嘅風險，將佢哋個經營實體遷嚟香港咧？咁所以因為呢啲種種嘅原因咧，過往咧其實都係好難去做到一個遷入嘅。咁而呢個嘅機制咧，就係可以唔改變我哋個實體嗰個嘅模式底下，將佢遷嚟香港，而去將本身簽署嘅合同啦、房地產啊等等嗰啲啊，同埋債權人咧都搬咗嚟香港，用到我哋嘅法律服務啦、專業服務等等嘅。但係過往即係一間企業選唔選擇喺香港註冊，通常嘅原因啊或者考慮因素，可能係啲乜嘢咧？而家有咗呢個遷冊機制啦，對於企業嚟講好處係啲乜嘢？對於香港嚟講好處係啲乜嘢？我哋見到企業其實以往去海外即係成立嘅主要原因啦，有幾個啦。第一個就係一個嗰個私隱度啦，因為我哋有一啲地方咧，佢哋嗰個嘅股東嘅資料啊等等咧，都唔係對外開放嘅，即係唔係需要俾公眾查詢到嘅。咁佢個私隱度高。第二個原因咧，就可能佢有啲公司咧，佢會去一啲叫避稅天堂或者稅務天堂去成立咧，佢哋係以一個極低稅率，甚至乎係零稅率吸引到呢啲企業去當地註冊。第三個就係一啲歷史原因啦，譬如一啲保險公司，佢哋以往咧都可能係喜歡去百慕達啦、英屬處理群島啊或者 Cayman Island 等等嘅地方成立。咁呢啲就係歷史嘅原因。咁但係呢各方面嘅原因咧，其實都伴隨住而家佢哋去即係有啲國際組織要求佢哋去披露一啲最終受益人啦，同埋我哋上個月都有通過咗嘅一條全球最低稅率，即係我哋全球有超過140個嘅稅務國家同埋地區咧，佢哋都共同維護一個15%嘅最低稅率，令到佢哋呢一啲稅務嘅誘因咧大大減少。咁但係再加上我哋香港本身自身嘅一啲嘅優勢咧，都會令到呢啲嘅企業咧想遷冊翻嚟香港嘅。係咪因為頭先你講嗰啲原因啊，或者過往佢哋註冊嘅地方已經冇咗呢個優勢啦？咁所以呢啲公司就即係大咗啲機會選擇嚟即係遷冊嚟香港咧？亦都而家暫時睇到一啲嘅即係報道所講啦，或者一啲即係進展所講啦，就係話而家已經有2間總部喺海外嘅保險公司宣布會係遷冊嚟到香港嘅。咁係咪保險公司都預期會比較大興趣喺呢個遷冊制度之下遷冊嚟香港呢？去我哋呢個嘅法例咧，2023年7月去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嘅時候咧，的而且確當時咧都係好似係針對一啲大型嘅保險公司，因為正如頭先講嘅一啲歷史原因，佢哋就海外度註冊咗，但係其實佢哋嘅主營業務都係去香港。咁但係如果我哋
將佢哋搬嚟香港嘅時候咧，真係要去一啲可能保單持有人以往啊，即係要將佢轉過嚟嘅時候咧，要保單持有人去同意啦，或者佢哋甚至乎係要將佢當地即係原本個實體嘅一啲保單完結咗，再將佢搬過嚟。咁我哋可以諗得到，其實一個保險公司佢哋有幾十萬甚至乎過百萬張嘅保單，基本上係不太可能嘅。咁而佢哋嘅主營業務如果係香港嘅時候，其實當佢嗰個嘅即係個實體遷入翻去香港，呢個其實亦都係好正常嘅。咁所以我哋都係預見係保險公司會較為多嘅初期嘅時候。嗱，講到呢個遷冊啦，局長都提到話需要一啲法律啊、會計等等嘅服務，亦都話為本港嘅專業服務提供一啲發展空間啊、市場空間啊等等。可唔可以講下，譬如會計服務方面點樣可以受惠於今次呢一個嘅遷冊機制咧？會計即係作為一個商業嘅語言啦，基本上我哋係所有嘅商業服務都會需要用到會計啦。佢遷咗嚟香港嘅時候，我哋會計、稅務審計固然之係其中一個好大嘅範疇啦。我哋會計相關嘅一啲新興嘅產業啦，叫做譬如 ESG 啊、sustainability 一啲永續嘅準則啊等等咧，其實佢需要做翻一啲嘅披露，甚至乎如果係上市公司係需要做翻一啲嘅報告嘅時候，其實都係會需要我哋會計專業嘅服務。我諗佢呢一方面咧，都係會幫助到成個嘅專業服務，包括會計啊、保險啊同埋法律方面嘅一個發展。有冇話譬如會計界已經感受到一啲變化，或者有啲應對嘅工作係準備喺呢個遷冊之下，可能嗰個嘅發展機會多咗要做嘅咧？咁又或者喺個人才方面啊，去應付呢一個嘅服務需求方面又點咧？人才方面，當然我哋香港有充足嘅會計專業人才啦。咁而亦都伴隨住我哋3月1號咧，其實佢亦都更新咗會計界嘅人才清單咧。其實讓我哋去香港會計師公會等同嘅一啲專業資歷。即係我哋一個全球嘅會計組織聯盟，即係有大概8-9個地方，佢哋嘅會計專業人才其實可以通過面試嚟到香港，去轉為我哋香港嘅專業會計師，而佢哋亦都嚟到香港嗰個嘅手續啦，或者一啲簽證簡化咧，其實我哋都係相信係可以匯聚更加多嘅唔同地方嘅會計專業人才嚟香港做發展嘅。OK， 好啊，唔該晒黃俊碩。黃俊碩係會計界立法會議員，而家先聽一節。